啲蘆筍咧，你找那個硬嘅灰灰咧，沒有很綠嘅咧，然後咧就把它這樣拍這樣咧就 OK 拍走咗呢啲咧不要丟掉拿去煲湯。咁樣排得靚靚咧，然後咧炸啲油，現在用大一點的鍋子然後咧這些菜咧，讓它咁樣搖下咧，讓它索到那些油然後咧就什麼都不用炸，原汁原味，蓋着鍋子煮多久咧？大概什麼小火咧，5到10分鐘。因為我這次買到這些咧，哇，你看那麼大根咧，所以咧我搣了很多出來而且咧我不削皮的，因為咧如果你們喜歡嫩一點咧，就削皮，它會再軟啲嘅。你看啦，我煮了10分鐘左右啦，因為我這些比較粗啦，你看呢，這些微微焦，但是呢，裡面還是爆汁的，完美現在這個狀態呢，你加點鹽巴呢，再加一點橄欖油，已經讚啦。但是為了心理也健康呢，加塊奶油更開心還有加一點點水，弄個醬汁出來，待會讓那些汁咧連在上面完美然後呢靚啲，完美，看那個汁，淋上去，你看無敵讚蘆筍，完美，哇！你睇下咁樣煮菜更正，比肉更正，喂，生理跟身體都健康，試一下。